高铁苗栗路段透早出现号志信号各样，透早8点高铁改造每点钟换3班车来营运，真侪民众拢受到影响。马英九基金会风波继续来看，执行长戴夏玲开记者会，提出小白事情来反击。律师表示，捐款嘛拢无照规定来入销。美国 Orange County 一间航太工厂化学品的储存槽温度直透超悬，可能随时爆炸。当地近日紧急状态，疏开5万的居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5月2日公视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洪敏珍。咱今来关心今日早时台湾高铁苗栗路段出现讲号志信号有各样。今日早起8点，高铁取消主本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做是每点钟发3班车来营运。不过拜一真侪民众要上北，所有行程拢有去签到，其中嘛包括真侪中南部的立委无法度准时去到立法院，这委员会嘛有去延前。要来上了，对啊，要发车了。赶，上班就要卖赴大家赶要钱入去车厢。高铁汤圆站上北的月台，听候的人是排甲吵。早起上班时间受到苗栗这边号志信号各样的影响，所以甘若剩单线双向通车，专线真侪列车都有慢分，甚至慢超过1点钟。由于稍早信号异常的关系，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高铁自早起8点开始，就取消原本的班表，改做每1点钟为南港也阁有左营2站发出3班列车，安尼来营运。因为受到抢修的影响，部分的列车嘛是哪行哪停。下去的时候才看到，就是有一大堆人这样，至少也是多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是都在车上等，就是走走停停这样。高铁发声明讲，早起要营运进前，就发现讲苗栗路段有发生号志信号各样的代志，维修人员即马已经全力来抢修，经过定金评估，所以来进行营运的调度。受到影响区域内底车辆会清空了后，另外还安排部分的车帮家庭苗栗也有桃园顶站来消掏人阵，拄好拄到拜一，立法院侪委员会中南部的立委原本要上北，嘛拢向前调，敢会使延后开会。服务处早上有接到2、3通电话，在问怎么回事，因为其实确实在上班日，我们讲台中台北通勤的这个比例是蛮高的。今天礼拜一委员会嘛，我觉得时间上比较充裕，我就说好吧，那就做台铁。高铁甲旅客会室内嘛讲会退费来赔偿，若是车帮慢30到60分钟，会使退车票的一半；若是延超过60分钟以上的，就全部拢退。交通部嘛宣布马上来启动运具联防，由代替公司马上来配合疏运，包括对号列车加停新湖日站，也阁有苗栗站，嘛加开 EMU 3000新自强号的客票，来到三港消掏人阵。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全台湾毒驾的状况真严重，警方大执法。宜兰有一个查甫人，前几日伫咧罗东偷牵车了后，转让降去。警方尾手伫咧圆山有掠到伊，车顶阁抄出依托米纸，尾手甲依照公共危险罪甲上班。那新北市伫咧昨一天就查到29件的毒驾。行政院嘛指示法务部爱检讨毒驾的刑责。法务部表示讲，这礼拜就会调集相关的机关来讨论修法方向。一只轿车看到警察伫咧哪吒，就随势头要选。宜兰前几天一个查甫人伫咧宜兰罗东偷牵车，去互巡逻警察车发现，不过伊无停车，说是遭互警察车约。你先报我啦，身份证啦。警察发动线顶警网，伫咧员山乡掠着这个查甫人，看到这个嫌犯状况真怪奇，进一步搬查，才为身躯顶抄到毒品，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宜兰警方就指出，为着防止吸毒赛车伤到用路人，自今仔日开始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因为吸毒赛车害人无命代志，伫全台湾是一直传。今年3月，宜兰才发生一件吸毒赛车，互查某老师死亡的案件。专案检方已经起诉。中华最近嘛发生沙石车驾驶吸毒赛车，甲人撞，互3个人受伤。新北的警方嘛因为中和吸毒赛车案件，互姊妹一死一伤，也是启动雷弹扫动专案，一天就查到29件吸毒赛车案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别规划3阶段的强力扫荡毒驾行动，今天是第1阶段，为期3天的强力执法。今日台北市警察局就统计，
今年1月到今，查到食毒赛车案件拢总是632件，食毒赛车害人无命是一直传，案件嘛一直唱悬。行政院就指示法务部展开全面的检讨。会为提高刑责的方向来建议，希望会当减少食毒赛车害人无命的状况。法务部就表示，会规划甲食毒赛车行为独立修法，甲刑责加重。这礼拜就会召开各机关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丰原病院的急诊室昨晚传出有一个查甫人，讲是病院无予伊一个满意的交代，尾手这个查甫人转拿一支枪出来，佮拿一寡唔知是啥物物件水的液体。病院讲是惊甲赶紧封锁，好加在无人着伤。当头白日，伫咧病院的急诊室门口，竟然传出有民众拿枪拿枪的代志。24下晡，一个35岁姓何的查甫人赛车来到台中的丰原病院，落车了后，就摕7套名枪伫咧现场了代志，佮泼不明的液体。看到民众甲家属想起来，到当也是心惊惊。当场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枪跟那个刀留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口，就是然后是有开枪射那个玻璃。带囡仔来看病，家长甲志工问，才知影伫案发了后，病院的门口直接封锁起来，人员拢赶紧上楼避难。原来这个姓何嫌犯是随赛车走甲无看人，过来是要走时，搁射一连转来哦，车嘛最够紧的就对啦，像咧拼命咧啦，我讲这足危险的呢。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赶紧伫咧路里启动围捕，随后就伫咧附近发现到嫌犯的车辆，随冲做前就人压落车。上来，上来！抓到嫌犯了后，警方确认伊体是7套名枪，毋是真正的枪。不过威胁病院的行为，已经互医护人员甲患者家属拢心惊胆吓。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最后离开现场。丰原病院声明严正谴责任何的医疗暴力行为。目前现场封锁已经解除，院区恢复正常营运。好在在规件事件拢无造成人员伤亡。原来这个查甫人真正犯案的动机，警方也搁爱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敢是发弹的陷阱呢？台南仁德区的太子路原本4线道被缩做2线道啊！主要讲是要保护基慢车。想袂到讲这路改落了后，因为中央黄色的这个造化线，转造成驾驶人不管是直驶或者是等越，拢会无细事去逮着，转去互检举才发弹。市府回应讲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到场勘查。本来上下班时间，台南仁德区的太子路定着车真多，记者实际到现场观察，发现车路的车拢真细腻咧驶，不过煞也是真侪驾驶无注意到违规，主要因为车最近重新规划路段，甲原本的4线道缩减做2线道，改换无延误，中央画一块真大的黄色造化线，造成赛车空间压缩掉，车辆无论是要直驶，也是顺路等越，真侪人嘛是拢对着线，互在地民众气噗噗，旋较无力。讲这设计有问题。所以若按遮过人无这个无去发掉啦，迄无袂使安尼做啦，迄种安尼做法咧害死人啊！变成一个总谈无几年哦，你安尼没有办法，我们也是反映啊，但是其实这个刚设的路口哦，其实这样如果不对，我们改。后面的其实交通安全比较重要啦。交通改善煞变发弹的陷阱，灵异片上差不多10台车有6台违规，因为检举的人规工受理，直翕，一工加着几百张罚单，因认为公家单位应该考虑到用路人的感受，这根本载袂过去。交通局回应，针对目前的交通乱象，最近会校正会勘。其实每一台车经过去，基本上是有车子在走的地方，都会有压到我们的槽化线的。麻烦交通局、公务局再重新来规划绘制，是不是可以将这地方再次改善？划设了比较多的槽化线，这部分照用户很质疑，可能会有一些违规的状况。交通局近期也会来办理会勘，作为一个整体的检讨。面对地方的怨叹，台南市长黄伟天嘛讲，卡数标线画甲伤宽，影响到车道，造成民众伫唔知影情形下校着线，这确实是正式限制。市府讲刷落去会针对太子路的交通标线进行全面检讨，地方希望政府紧处理，免得互原本要改善交通的好意彻底变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骑倒摆的民众嘛要特别注意咯，有的路口啊，阵若你被倒滑的时，就要分做2解。不过有当着啊，这台专区的街啊，为了伤过细，无细腻了，倒摆可能就会去搞着斑马线，这拢算违规，上当会罚10字。
拄着爱两段小倒弯的道路，真侪机车族拢会依规定停伫大转格，也毋过爱注意，若你停伫行人通行的斑马线顶，甚至可能触发用罚。可能还是会闪一下。下班时间的时候，机车的空间其实也不够，也是能体谅。摩托车他们的速度会比我们快嘛，所以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很多摩托车都已经停在我们前面了啊，甚至于有一些摩托车，我们会跟摩托车有那种争道的一个情况。根据高速部上新统计，全台机车族有1466万台。一个上下班尖峰时段，真侪路口拢开甲满，尤其是拄着两段小倒弯的路口，万一大转格无够大，开袂入去的机车族，有时阵也会无细离停伫行人专用的斑马线顶。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违规占用行人斑马线临时停车，会当依法开罚300以上1000字以下的罚金。会有那边带转过来，有时候很多车子啊，除非他那个重化，他停车位不够啊，带转的车就是那么多，一定会停超出去啊！你不停超出去，不然你要叫我们怎么骑？北市交通警察大队表示，大转的机车族若无细离对着行人通行的斑马线，虽然会当依法开罚，也不过警方有缘会依据具体客观事实做现场认定来看到。具体客观事实来去做现场认定。请问人针对刚刚的违规没有严重危害到交通安全秩序，我们是可以做劝导免于举发。安怎解决上下班尖峰时间大转格停袂落去，造成机车族甲行人争道的现象？除了大转格标线，敢是需要中回恐惊也爱个拟定其他配套，才会当兼顾机车族甲行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今来关心，这是美国加州南部面临重大危机 ，Orange County 一间航太工厂的化学品储存槽严重故障，内部的温度直透称悬，有可能随时爆炸。就讲有毒的气体会引发灾难性的死伤。加州的州长已经紧急宣布 Orange County 进入紧急状态。大规模疏开5万的居民。咱目前消防人员是继续储水来降温。储存槽顶头目前有发现一大壁唇，有可能会当透放内部的压力，降低向爆炸的机会。自天顶看落，这间伫加州的航太公司4颗链灯拢是水冷车，确对化学储存槽泉水降温。这个加压的储存槽内底差不多装6000到7000加仑，高达2万外粒的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真高烧、有毒的原料，因为伊的外门故障，所以互内底温度一直咧称悬，随时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连环爆炸。面对这粒无定时炸弹，附近5万外位的民众孤不离将，爱脱离家园。I've worked in refineries my entire life, so I know the danger of the chemicals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contain this. If this was in a refinery, this would have been contained already. I'm worried about, California.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right now. We don't know how long we come back and how. It's never. I think it's terrible. 因为脱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安娜汉，也有杭丁顿海沙堡这个所在，避难所早就已经塌甲甜一甜，也有真侪带动不来民众是无地通避。加州州长已经宣布，局军进入紧急状态，会动员更较侪联邦也有州级的资源来斗相共救灾。那消防嘛透明组成专案小组，到储存槽遮近距离勘查，已经发现一寡转机。During that operation, our firefighters went in and they were able to visualize the tank. What they found was a potential crack in the tank,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relieving some of the pressure in there. We took that information, we got data on it, and right now this morning what we're doing is we are vetting and validating that information. 专家讲，这座壁唇即马豆豆咧消透储存槽内底压力，降低爆炸发生的机会。目前环保单位嘛已经伫咧4颗链灯，用专业的设备监测空气品质，确定无任何毒气会去影响到民众的健康。那这5万外位防脱离的居民，都要等甲危机解除，才会使转去家园。公司新闻郑威廉编译。美伊谈判又搁卡条咧。美国总统 Trump 强调讲，已经要求谈判的代表莫着急签协议，因为时间是徛伫咧美国这边的。目前双方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解除制裁，也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问题，也无共识。另外，伊朗军方高层是继续放调讲，美国准若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无排除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国总统川普二是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讲，
又交代谈判代表免着急甲伊朗达成协议，时间是伫美国这边。川普讲，谈判怎么才行有秩序而且有建设性的方式伫咧进行，强调伊袂做伤害协议。因若伫正式签协议进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拢会继续。外国媒体报道，怎么双方正伫咧协商60天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美伊停火期限搁再延60天，优先推早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一个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了后，才果谈伊朗的核计划相关问题。有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后一轮的会谈可能是6月初5。另外，正伫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证实，美国要甲伊朗达成的协议有得到中东部分国家支持，不过核子问题协议较复杂，无法度伫72点之内来完成。The ultimate goal is that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Related to that is this issue of the Straits. Okay,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 don't own it. 卢比奥警告，荷姆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伊朗无权利威胁商业船通行。美国希望用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不过若是有必要，也无排除用其他的手段。但是伊朗态度也正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李扎希二是伫德黑兰参加战争罹难者纪念仪式时阵讲，管理荷姆兹海峡是伊朗合法的权利。伊警告美国，若是对荷姆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会做出正困难而且痛苦的回应。حمله کنید و وارد خلیج فارس بشید اول ما این جواب میدیم سخت دردناک کم نظیر ثانیاً م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که تا حالا صبر کردیم و بهتون حمله نکردی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میشکنیم。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强调，愿意用谈判向国际社会保证，伊朗并无想要发展核武，也我也未伫咧国家尊严甲利益这部分让步。虽然美双方伫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也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离真正达成最终的协议也个一阵嘛。不过市场对美伊和谈的进展正乐观，国际油价创2礼拜新高。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辑。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这边嘛无介平静，乌克兰啊像去空袭罗西亚占领的大学宿舍，造成21个人死亡。罗西亚嘛伫咧发动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轰炸，发射会当载核弹头的飞弹，造成上无4个人死亡。罗西亚23、24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开战4冬多以来上强烈的空袭，也是开战了后第3届动用无法度防拿炸，会当架核弹头的极音速增高手飞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视察同款受到轰炸拄啊起造完成要来纪念切诺比核灾40周年的博物馆，实在挡袂牢甲罗西亚错。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us exactly to the museum. Just crazy assholes. That's. 罗西亚23半暝一直到24，动用超过600架无人机，也有包含增高手飞弹等等各种的飞弹，拢总90粒，包含主体区、市场、学校、水利设备，拢成做攻击的目标。伫几啊点钟的空袭内底，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超过90个人受伤。就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也紧急向公民来发布防空避难的警告。Невозможно, як це жити далі, як тому Путіну об'яснити, щоб він постарався припинити це всю агресію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 针对罗西亚这波空袭，包含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等欧洲的领袖拢发文来谴责。不过罗西亚强调，这是针对乌克兰22暗时卢甘斯克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发动无人机的攻击，造成21个人死亡的报复。不过乌克兰这边是强调，攻击敢若锁定当地罗西亚无人机军队，百姓不是目标。美国国务卿罗比奥顶礼拜证实讲，美国已经暂停甲罗西亚也有乌克兰的3方和平谈判，强调无想要加入去拢无进展的谈判当中。不过，若准备来有出现建设性的对话机会，美国也是真愿意搁再来调解。关新闻景文琴电译。今日头登来国内关心政治方面的消息，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案风波继续伫咧传。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戴夏玲今日透早伫咧律师也有会计师、参政国安会秘书长兼普聪等人的陪同之下，同齐召开记者会，因也提出小白事情来反击。律师甲会计师拢讲有人收不明的捐款，嘛讲这小白是做了无清无楚。戴夏玲嘛怀疑调查小组因为需
私人的情谊，或者是特定的目的，有专工咧包庇肖玉琴甲王公主。那这是马总统他亲笔写的哈。英报点出前总统马英九亲笔授权书，要证明前国安会秘书长金宝昌受马前总统的拜托，调查前执行长肖玉银、王公主两个人涉嫌侵占背信。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戴夏玲、25和律师、会计师斗阵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事情。调查过程中，确实有发现有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成员在外收受不明捐款。却依规定入账，也未向董事会报告，更有面对会计师就财务事项询问时，有做出不实陈述的行为。在115年的2月10号年终尾牙的时候呢，等于说前执行长王光慈小姐她所以现金的方式发放给员工。对于说我们现金的来源为何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留待着我们的前执行长王光慈小姐来进一步的说明才能够厘清真相。戴夏玲嘛表示，肖玉银接到国民党副主席了后，随去中国拜会国台办主任宋涛，斗阵去的还有王公主，还有调查小组李德伟等人。不过马英九对这件代志完全唔知影，怀疑调查小组是不是有因为私人的感情，还是特定的目的，暗砍肖甲王两个人的嫌疑。远在去年6月的时候，我跟马总统在马办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他心里非常不安，他觉得，萧王两人可能是背着他，常常跑大陆，他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他觉得不安。肖玉银发声明表示，伊真感谢马前总统，嘛理解马总统即马的状况，才会进到即马。马英九基金会指控的罪名，经过调查小组查证了后，确定并无不法。对于任何想要利用马前总统，要用不实的资讯对伊造成伤害的人，会采取法律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校联安全委员会今日到立法院备询，面对立委的追问这协安会有证实，讲核三搁再运转的计划书已经举行过实质审查会议。会议了后，台电伫咧顶礼拜五有提出头一摆回答甲说明。不过立委认为讲进前伫咧地方办说明会，乡亲有反映讲通知的时间拢伤过头晚。协安会回应这会议的资料整理了后，就会公布。乒乓核电的声音是搁再出现。核安会25去立院备询，立委除了关心核废料的处理预算，关心核三乒乓计划书的审查进度。对此，核安会证实已经开过审查会议，台电嘛做出回应，提出第一次的审查意见，正待台电公司答复说明。那请问主委，对于台电的答复有没有相关时程？台电公司在上个礼拜五。那已经提出第一次的答复说明，上礼拜五下班才提交出来。6月初会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我们会按部就班的进行审查。不过，立委嘛关心核安会已经进行实质审查作业。不过，4月底伫恒春办的核三运转执照换法案的说明会，核安会虽然有收集意见，却无现场回复，互乡亲感觉是表面功夫，可能会引起更加大的不满。如何更加积极的跟地方的乡亲沟通，在会议之前要确保所有关心的人都能够收到讯息。我们已经有收集到民众所关心的议题。那我们经过会诊之后，也会请相关单位，包括会里面的各相关单位以及外部的单位来提供回应说明。其实本身就很复杂你如果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才被通知到资讯，然后就要马上开会，其实就是没办法做很实质的讨论。另外，因为中东局势变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座核电厂进前拄到无人机攻击，虽然无造成辐射漏射，却引起国际高度警戒。对此，核安会强调，模拟核能漏射所产的演练，逐档拢有进行。立委是建议核安会爱强化战争风险评估，强化防御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是台中丰原红仔社居民拜一透早呢是去到台北的能源署来申请。今日因指控讲这欠电厂的业者违法施工，搁用钱来买受同意书，假作讲地方其实拢有共识。自救会有提出2项诉求，第一点就是爱以红仔社的名义来做主要的判断标准；第二就是厂商准若无恢复工地的原貌，安尼就爱照法规来甲处罚。能源署有接到陈情书，表示讲会继续来甲厂商、甲地方来参详。依法开罚。被丰原红仔社居民伫能源署门口挂口号抗议，假造地方同意的假象，要求中央出面处理。居民讲，去年12月，能源署已经发函要求停工，强调爱先得到在地公示，才会使甲资料送去互政府审查。不过厂商说不停工，搁伫4月13说明会后，伫附近5个里受同意书，甚至有民众讲，若签名就会使领到6000块，这其实用钱影响民意。离我们民宅很近啊，离民宅很近，离社区也很近，甚至离学校也很近。这如果发生了危安事故的话，谁要负责？自救会今嘛发起联署，表示收到红仔社7社左右的民意反对，要求就要以红仔社的民意做主要判断的标准。若准厂商无按照规定恢复工地原样，主管机关就会按照法规处罚。环保团体讲，今卖安全规范不够，建议能源署参考德国的做法，加入听证会宽屏，互民众会当做会参与。厂商从头到尾都是违法，在这边施工，他根本没有拿到政府一张合格的证书、合格的申请通知。案子目前确认中，已经被我推荐补正，到5月27号预期的话，我会跟法务讨论是不是案子就驳回，他再重新跟我申请。跳电厂就那就是大型的电力水库，会当甲有剩的电欠起来，伫用电的高峰期，也是再生能源发电量无够的时提供电力。若拍算起伫红仔社跳电厂规划提供100兆瓦，属于大型的设施。有人是烦恼讲，跳电厂离徛街受晚，恐惊要造成危险。能源署甲陈情书接落来，讲会按照法规办理，嘛希望业者甲地方好好讨论，了解地方的要求。记者郭正阳、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雄伫咧5月23出现全国头一个境内本土的天狗热确诊个案，这个是住伫咧前镇区66岁查甫人，市府伫咧做疫调了后，发现伊无老实通报，伊其实有行过高雄4个行政区，也阁有屏东县，认定讲伊无老实通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罚18万。到甲今仔日，针对伊行大过的范围扩大采检，有250多人拢是阴性的。后续这的区域拢会严格来监控31天。25透早，防疫人员伫户外厝药封治，另外一边有防疫人员咧检查资生员。市府23到25已经扩大采检250多人，因为高雄出现全国头一个境内本土天狗的病例，确诊的66岁查甫，煞互市府发现无要配合疫调，隐瞒伊的卡只。获市府重罚18万。以不记得等避重就轻言辞，未提供送货或担任巡守队等足迹。经卫生局详细调查后，个案才坦承尚有仁武、大社、新兴、尼亚区及屏东县等活动足迹。个案咧做汽车修理的工课，疫调发现伊去过仁武、大社、新兴、莲雅等区，搁去屏东参大约50个亲友做伙食饭。市府公布莲雅、前镇共9个里是警戒范围，林华里是其中一里。25下早，里长发动志工沿路摒扫环境。当然，你当下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紧急3天，72小时内我们要赶快出来。再来就是说，依照情况，比如说如果有下雨，或者是有在往严重的方向，我们再来就要撒盐了，就是针对水沟去撒盐跟投药。有积水的话哦，咱会甲这个盆栽的主人哦，咱有看到，咱会甲讲这个了迄落，若无看，咱来动的话落来。盆栽若是讲咱会当刷顶动的，你啊甲小甲水了啊甲迄落一个。里长讲天气热，高生白芒糖，除了孙仔时甲里面提醒，嘛伫里内几位抗宣导布条，希望大家互相提醒，唔通一无用就袂记即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8万公顷的农地，大约有1/4拢是咧种稻啊。最近受到油价大起价的影响，花莲县政府呢有编经费补助农民公牛收购这的稻啊，运费对10公斤3角提悬到2块，比英国约个加出3倍。
云林地区阁无偌久早冬就要收啊。云林县内8公顷农地有1/4是种稻啊，毋过粗坑运费补助是由各县市按财政状况编列。云林县因为种稻啊面积大，即马1公斤干到补助0.3块，已经30多冬无调整。31年以来没有办法提高补助，甚至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县，我们都希望大家保障农民的权益，维护我们农业能够永续的发展哈。那所以呢，我想我毅然决然哈，希望在这个公粮收购的运费补助当中啊，从每公斤的0.3块钱提高到1.2块钱。县府表示，因为国际油价起价等因素，农民种植的成本增加，为着补贴农民收入，分县府会编列预算补助。预计为116年开始补助农民粗坑运费，为1公斤0.3块提悬到1.2块。县内真侪农会甲农民表示是加减有甲农民补贴着。对着农民的这个运费这方面的还是资产成本这方面，拢有一个相对的直接的帮助。物资波动足悬的，所以若逐项搞阮起，对阮来讲是对阮的生活会更加稳定。无你即摆做事的人愈来愈少，啊，你若甲一寡部分甲调较悬一丝啊。对我来讲，真的是会非常愿意下去从容。云林县府表示，提悬补助后，1公顷会当加领5000多块，大约12000个农民受惠。伊个编列经费1亿，县府的全力协助。伊个116年开始会当领到较悬的运费补助，希望甲农民补贴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冬，东部受到风灾的危害，真侪在地人拢是靠天咧食饭的。风灾造成农业经济全切落去，农民的收入减少。台东县东河乡的乡公所为着要提升在地民众的生活品质，经过乡大会同意，对后个月开始，要发予7000外的东河乡的民众，每一个人3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伫东海岸的东河乡资源无济，居民的收入大部分是拢靠观光，也有农业，收入一向拢无稳定。去年中央才普发1万块的现金，予东河乡的民众加一条收入。这个月东河乡公所阁公告，自6月初10到7月31，会阁发予乡民每一人3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予乡民实在是足痛嘞。不想吧，小地方啦，有一丝补助，咱就。感觉一个家庭安尼加减有帮助啦。乡公所表示，因为东河乡民众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外靠观光，也有农业。若这几年的国土无遐尔兴，也有农作物受到风灾损伤真严重。依照地方制度法，乡大会嘛通过这项福利政策，通减轻7000外位乡民的经济负担。最近的油价、物价波动都很大，大家生活都还蛮辛苦的，所以公所刚好有仓库有。余裕。东河乡公所发放振兴经济金是台东县今年的头一个。乡公所表示，乡大会上时通过今年的中央敬老礼金，自1500块提悬到3000块，也有真侪项生育补助的津贴，希望会使加推动社会福利，鼓励乡民留伫咧地方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辉达的执行长吴仁芬这几天拢伫咧台湾，即卖伊是咧替台北的国际电脑展伫咧做准备。AI 的供应链目前这市面看起来反应是个真好。台积电早盘上悬来到2310块，联发科是起到4245块，也拿台股早盘捌来到43000多点，起1360点。美国股市顶礼拜五四大指数收红，而且美伊战争有可能达成协议，油价降落。8月亚洲股市也低庆祝，日本股市早盘起超过3%，台股也无输人。伫辉达执行长吴仁芬提前来台湾，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台湾相关 AI 供应链的股价也创出新关价，台积电早盘上悬2310块，起55块。联发科起停收市起385到4245块。领军的当然就是老 AI 跟台积电的一个相关供应链设备啊，或者是产物为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来讲，其实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扩散，可以看得出是往像一些被动元件啊，或者是细晶圆族群。AI 族群大家小争气，台股早盘冲破43000点，上悬43628点，起超过1300点。统计5家到昨晚，台股已经大起4600多点，总共51支千金股合体。近每年的台股价销甲量拢大起，不过市场昨晚出现券商无钱通借，个人房贷有压，也个人的信贷有压，拢创新纪录。
专家讲，即马市场出现结构性欠资金，万一行情若变势，可能借贷进行减少，会出现袂压，但个月规个修正。黄连坤8日会去拜访广大的董事长林必理，拜二甲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食饭，拜三参加回答台湾总部办的会员大会。I think on Wednesday morning we are going to have a site opening for our new building. And I think the mayor might be there, and maybe some other people will be there,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em. 黄连坤这边来台湾，专家认为，若是中东情势无恶化，即马台北国际电脑展阁要开始啊，但个规个看起来正乐观，可能也阁会起。记者综合报道。4月时，日本的做忍耐的大厂普利司通伫咧新竹关厂有资遣真大量的员工，工会抗议讲拢也无集体谈判。毋但安尼，日本做面板的制造企业的这个面板的企业公司爱捷旭伫咧台湾嘛传出讲有降低劳动条件的争议，工会呼吁劳动部就爱甲地方政府徛出来保障劳工的权益。日益嚣张。工会团体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外口抗议，日本的面板制造企业阿萨希公司在台湾传出劳资争议。有工会团体指出，自108年开始，公司有公告讲，员工每10年开始通摕到雇任金牌，说因为今年金仔起价，公司无经过工会同意，就用比行情较低的金额来代替。另外，阿萨希公司今年有16个月的薪资奖酬，工会要求明定在劳资协议规章内底，说在协商的时拢互资方拒绝，工会就惊无法度保障劳工的权益。每年12个月的薪资之外，还有3个月的年终奖金，还有这个1个月的节庆奖金的部分。那你应该把16个月明定于工会的跟工会协议，但是公司是完全不愿意。现在担心就是说未来那个员工的这个薪资奖酬16个月也会在公司的相关的一个人事成本的考量上就片面去取消，导致员工的薪资跟这个奖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另外，对台湾的日本企业，像车联大厂普利司通，甲经营化妆品的资生堂，4月在新竹绿色关厂自遣员工。有工会团体指出，普利司通在5月初8提出大量解雇的计划书以后，后续无经过劳工集体谈判，刷到500多个防自遣的劳工一个约谈。工会认为这违反大量劳工保护解雇法的主题协商甲强制协商的精神。这个在5月11号就直接把劳工载到4个不同的地点去，然后进行所谓的协商。但我们认为协商应该是要让劳工可以交换意见或整合意见，提出自己的方案之后，跟公司来进行谈判。但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认为完全违反《大量劳工保护解雇法》的这个自治协商和强制协商的精神。工会团体认为，资方安尼含个别劳工协商，是一种对劳工的压力威逼。针对劳动条件合议，若要改变，也应当经过集体协商。工会呼吁劳动部甲地方政府爱站出来，要求这日本企业继续甲工会进行协商，避免以后这款恶劣搁再发生。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今日欢迎今日开始审查今年度88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其中对美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案，头期款呢有5月底特别到期啊，这时点敢会去签到。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这应该无啥物问题。今日风声第2批对美军售有可能产生变卦，顾立雄讲目前并无接到美方任何改变通知。海马斯火箭系统等等5项对美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案，立法院廿5开始审查，不过金额排出来比行政院原本规划1.25兆版本减4700亿，排除上购加某人做，尤其无人机相关的预算风太真济，煞尾要安怎应用呢？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讲，对加预算。甲年度预算提悬，或者是另外提特别条例，拢伫咧规划范围内底。上次委员在宴会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说，有一个无人机产业特别条例，是不是？可以啊，那个你们可以提啊，但是这个不要特别条例啊。这个当然也都要研议的。在台湾有几百家厂商，他全部都跟你说这是绿油油。你这个怎么样子能够让国人知道说？不是像他们讲的这样，这是有目的的政治攻击。从关键组件到系统的整合相关200多家以上的这些厂商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这个绝对不是只拿其中的1-2家说跟什么有来一个扣一个帽子。今仔在野董事之期，最近咱台湾对美军购金额是变济啊，不过足侪项已经签约的项目所出现进度严重延前，包括前年已经签法计
输的空军 TPS-77，还有 TPS-78雷达，会当提升咱台湾防空战力。不过美国到达也未甲制作商签约生产，国防部嘛回应，也未讨论合约，嘛也未纳钱。立法院罗斯堡嘛点出，2017年就签约的刺针飞弹采购案是安怎到达过高档啊？要是一个拢无看到。那178套500枚会在今年第4季交易。今年第4季到现在，但是到现在为止一颗弹也没有。来，我们部长F-16V 今年不可能交期吧？部长，今年9月会开始交机。开始交机，但是今年不可能交期吧？对不对？依照产能来看是没不可能嘛！期待本次特别预算呢，整个军购项目美方都能如期的，如职的来交货，以强化国安安全。会针对这个来成立专案办公室，然后我们每个会期也都跟大院来做报告。也拿今年度的国防特别预算88亿内底，是包括8亿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头期款，伫咧5月底特别到期。郭立平表示，已经启动预算法第84条。但行政院核定了后，就会当先纳钱，时间上无问题。也拿国民团讲，第2批140亿美金的对美军购可能会改变。郭立平就澄清，无受到任何改变的通知，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会细致乐观看待第2批军购。记者综合报道。传习会了后，对美国、中国还有台湾的关系，敢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各界拢伫咧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证实讲，传习会过程台美双方有保持密切的沟通，而且美方伫咧会议了后的简报嘛，搁一代强调讲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也拿美国总统 Trump 讲啊，有可能会对台军售这方面的议题，甲咱的总统赖清德通电话，咱嘛做好准备。在这次川习会之后，我们也有从美国政府方面听取简报，那也一再的确认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传习会的过程，台美双方拢有密切沟通，美国伫会后的简报也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因对于川普提出对台军售的问题，可能会甲总统赖清德通电话，咱传好啊。我的观察是，美国是企图管理习近平啊。好，那当然表面上是走是元首外交嘛，但是事实上，我想美国站在自己国家利益，怎么确保台湾能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林佳龙讲，在中国破坏台湾关系法和平解决争议的情形下，台美将共同管理来自中国的协票。也拿第2批对台军售，是不是在中国要求下，或者是因为美伊战争离延前，或者是缩减？林佳龙讲，拢照停书在咧进行。所谓代理海军部长不是政策的决定者，而且呢，包括战争部长也提到，其实他们中东的库存是够的，这跟台海之间，包括对台的军售是没有关系。中共不管是海军的船舰或海警的船舰，现阶段在周边水域的活动是非常的频繁。那刚好也配合到目前的中共的航母辽宁号以及它的2栖攻击舰安徽号都在西太平洋做演训。外交部的报告是讲，美中用元首外交要找出战略稳定的关系，不过竞争的本质是无改变。算是今年一个3变见面的机会，咱得密切注意。所谓台海和平要常态化。应该是要了解破坏和平、改变现状、不惜武力或胁迫来这个创造所谓的新常态的正是中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外能够团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要去美国访问2礼拜，重点讲在台海和平常态化。林佳龙希望郑丽文应该表达台湾的立场，而且唔通暴力去中共对台统战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康霞雅典今年的男女主角，还有最佳导演真罕见，拢是2个人同齐得奖。Cristian Munhoz Field。2007年4月3礼拜过2天一部影片了后，罗马尼亚名导演克里斯汀穆茨，搁再以结冤2摆摕到康霞雅典最高荣誉金棕榈奖，成做史上第10位2摆得到这项公认的电影人。电影讲到罗马尼亚甲挪威跨国翁仔某搬回挪威了后，因为查某囝身躯的伤痕，互怀疑虐待囡仔，或囡仔互强制拆线送养的故事。虽然今年主竞赛内底好莱坞大片因讲都无参加，华语片也全部无入选，不过结冤也是伫西班牙大导演阿莫多瓦，也有是枝裕和、滨口龙介甲森田晃司3位日本实力坚强的名导演，在对手的包围之下，摕到这奖项。
It's a pledge for these things that we quote very, very often, like tolerance and inclusion and empathy. These are lovely words, and we're in Europe, we're used to lovely words, but we need to apply them more often. Thank you. 亚拉坎城雅典第2大奖评审团大奖是颁予离开亚大9年的罗西亚流亡的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的作品《骨头怪美景》。这部以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为背景的作品，讲到一个生理人在面临婚姻危机的同时，也必须在地方官员的要求下，指明讲倒一寡员工会使互顶调去做兵。亚拉伊伫致辞时是直接点名罗西亚总统普廷，爱停止大屠杀。 И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у мясорубку, вы,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кончите уже эту бойню. Весь мир ждет этого.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今年真趣味的是出现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甲最佳女主角3个大奖项，拢有2个得主，互叫做是双人两。其中以比利时一战为背景，讲到2个男性士兵伫残酷战争中小意外加落西。 和法国影视华伦廷·坎帕尼甲比利时影坛新秀伊曼纽麦奇亚这2个人共同得到最佳男主角奖。Best actress goes to the 2 actresses of the film Out of a Sudden, Daryusuke Hamaguchi, Virginie Efron, and Tao Okamoto. 也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突如其来，由2位主演，并且共同合办最佳女主角奖的法国女星维吉尼·埃菲亚，也有日本女星冈本多绪，惊喜老目赛。相关的最佳导演由波兰导演帕利克斯基执导的祖国，甲西班牙导演组合哈维斯的来前大片《乌球》共同得到。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they're absolutely right. It's up to cinema to show that things are not so straightforward. 另外，由卡达夫受伤，无法出席领取最后重要终身成就奖的美国歌手兼演员芭芭拉·史翠珊，受法国影后伊丽莎白与陪带领。公视新闻王路美编译。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拢是出日较济云，会到伫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山区，地有南山地渐准雨。感谢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